来新北市邦桥这件幼稚园的老师甲囡仔饲爱困药仔的案件，引起着全国的家长甲各界的关注。进前副总统赖清德伫造势活动是批评新北市政府的动作太慢了，去互侯友宜甲回呛讲搞不清楚状况，都是看袂清眼前的状况。赖清德嘛，过一届来强调讲，应该赶紧来成立着医疗团队，保护囡仔健康，而且甲侯友宜温情来话话，讲侯市长加油。结果早起阁互侯友宜甲呛一摆，讲赖清德都是看袂清眼前的状况，讲这个案件早都有专职的病院在负责了。侯市长加油！好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小孩子。甲侯友宜加油，因为即马新北幼稚园饲药的风波继续咧拖。请侯市长或新北市政府应该要尽速成立医疗团队，来保护这些孩子的健康。那批评新北市府的动作太慢，副总统赖清德阁出招，侯友宜前日刚受访的时候问到相关证据，甚至出嘴讲爱赖清德交代检方厘清药的来源，互大家拢积极伊伫咧下体之前。欢迎我们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侯市长莅临现场。继续伫咧市府一楼的活动，赶快侯市长一个月头坐电梯到6楼。本来采访的通知无讲要出席幼稚园司法案件进度的记者会，今晚亲身出来对决。赖清德说的，其实我们早都在做了，所以他搞不清楚我们现阶段的做法。我们早就已经在做专责医院绿色通道。这个事件的重点应该画在孩子了，因为大家想一想，如果这些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孩子，我们自己的孙子，那我们会有多难过？我们应该要将心比心，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健康。侯友宜、赖清德两个人互相过招，新北饲药的案件，这争议是愈闹愈烈，已经正做拿到总统候选人的攻防战场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